喂，你見過買樓送車位、送花園，仲送埋個電梯井嘅未？如果未，呢條片你就要睇落去啦。今日帶大家睇呢個盤，星辰君悦灣加推11棟、13棟，前期總共只有32套。重點嚟啦，住宅性質，唔係嗰啲買完就後悔嘅雙稅，產權冇縮水，學位有着落。一棟樓得4戶，4戶啊老友，上下疊，面積統一132方，戶型一模一樣，簡直係選擇困難症嘅福音。下疊大花園，花園有100至到170方，唔係嗰啲細到只可以擺2盆花嘅陽台仔，係可以成個私家菜園、BBQ、養寵物，甚至搭個小泳池都完全冇問題。上疊都有花園，一啲都唔細㗎，60至到80方。平時整個下午茶、曬下衫，種幾盆花草都夠晒用。仲有個執漏福利，買就送一個停車位，唔使你額外使10幾萬買車位，慳返嘅錢夠你裝修多一間房，抵到你笑出聲啊！仲有贈送埋電梯井，電梯自己做就得，唔使同其他人爭電梯，出出入入都私密。住疊拼就係要呢種牌面，唔係咩？最緊要係咩？超210%嘅得房率，即係你俾132方嘅錢，住出280方嘅感覺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就係超210%， 4代同堂住都唔怕逼結。仲有物業管理費2蚊9毫8一方。講真，對於呢個檔次、呢個配置嘅疊稅，呢個物業管理費真係良心到離譜啊！你計下數，同樣嘅錢，出邊買間普通3房，呢度可以買到疊稅加花園加車位加私家電梯，邊個抵啲？你心入邊有數。配套我幫你睇過啦，3冇會員店嚟呢度得2公里，中山北站3公里，港口中心小學省一級重點公辦學校，食買玩返工，小朋友讀書全部搞掂。首推32套，手快有，手慢冇。仲等想執漏嘅，評論區留言或者私信我發詳細資料俾你，或者直接衝去樣板間睇。遲咗唔好怪我冇提醒你。